上次咧，我哋聽到阿 Julie 咧就講關於潮汕人嗰啲功績。我喺潮汕地方嘅，所以我對於潮汕好熟。多謝你，同埋我媽媽係潮州人。係啊。但係我父親咧係客家人，係梅州嘅客家人。咁啊，講到客家人咧，原來客家人咧唔係客家人，只係喺古代嘅時候咧喺中原地帶嘅，喺黃河中原地帶嘅人嚟嘅，唔係客家人。就呢幫人咧，點解後來成為客家人咧？就因為中原咧，就係喺嗰個時間咧，經常戰火連天，為咗呢幫人要逃避戰亂咧，就被逼離開南遷。即係呢個中原人咧就被逼離開嘅。咁啊南邊嘅地方就去揾地方啦。咁啊一路落去咧揾唔到好地方，因為好地方都係俾人霸佔咗啦嘛。所以呢班人咧就唔能夠去再霸佔人哋嘅地方。咁就後來咧就去到一個地方，係一個叫深山老林嘅地帶，梅州。梅州係一個山地嚟嘅。咁佢認為呢個地方咧就係最安全、最好嘅避難所。咁就 settle down 喺嗰個梅州嘅地方。咁啊，同時一幫人咧，因為梅州咧係山區嚟㗎嘛，食得乜都好食。咁啊，好多咧就唔得啦，要走去第二度啦。咁就去咗福建。福建咪好多嗰啲圍屋啊嗰啲地方咧，就係嗰度開始啦。咁福建有好多呢啲客家人，去咗福建同埋去咗廣州、廣東省好多其他嘅城市都有啊，譬如深圳都有啊。咁後來就去台灣，好多去台灣。咁後來台灣咧再分去好多東南亞嘅地方，新加坡啊、馬來西亞都好多。係啦，冇錯，天龍。咁啊，呢個客點啊？呢個客家呢個名點樣嚟嘅咧？因為佢哋唔係客家人嚟嘅，佢哋係中原人嚟㗎嘛。咁呢個客家嘅名咧，其實咧就係指外求客居他鄉嘅意思。外求客居他鄉嘅意思，我哋就以為客家人。愛佢哋客家人嘅，其實佢哋係中原人。咁啊，經過幾百年嘅時候咧，幾百年啊，咁呢班客家人咧就變咗居住喺最多係梅州啦。梅州而家梅州有380萬客家人，但係全世界咧有超過700萬嘅客家人住喺80個唔同嘅國家同埋地區。廣東省一省咧都有2500嘅客家人，福建省咧有600萬客家人，台灣咧有500萬客家人，印尼咧有800萬，印尼係最多啦。我陣間先講點解印尼咁多客家人。印尼800萬客家人，泰國又多啦，1200萬客家人，馬來西亞咧有180萬客家人。印度咧都有50萬客家人，越南咧30萬，新加坡咧20萬，美國都有30萬客家人。你睇下佢分配到全世界都有。咁客家人有一個好特別嘅特點，我而家想講啦。客家人咧係非常之重視子女嘅教育，佢哋嘅家訓咧就係話：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寧可賣廳堂，也要子女上學堂。即係佢啲仔讀書嘅，一定要讀書。即係我家庭客家人啦，我嘅爺爺咧谷住我哋讀書㗎，一定要考第一，好緊要㗎。客家人係考第二都差㗎，都難。都係咁嘅，全部客家人都係咁。因
因為佢要由於佢哋好重視教育咧，即係個個細路哥咧都係好勤讀書，個個咧都有好好嘅表現。咁啊喺呢幾百年裏邊咧，我講句歷俾你聽啫，嚇死你！咁呢幾百年裏邊咧嘅記載，全中國咧有340位大學嘅校長咧係梅州客家人，340位校長啊！咁啊喺軍事方面咧，有520位將軍係梅州客家人，即係好重視子女教育嘅。國立中山大學首任校長周磊就係梅州客家人，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馬林係梅州客家人。好多另外有成20幾個校長嘅名我都唔寫出嚟，啲人走到邊？但係我想讀一個咧，叫做數學皇帝啊，呢個係梅州客家人，個名咧叫做邱成桐，佢係享譽全世界美籍華人最出名嘅數學家。佢喺美國嘅時候咧，佢係曾經得過華人菲爾茲獎嘅得主。菲爾茲獎咧就係數學界嘅諾貝爾獎。喺美國嘅時候咧，我睇先啦。喺美國嘅時候咧，佢係哈佛大學教學系同埋物理系嘅終身教授。翻到嚟中國之後咧，佢擔任清華大學求真學院嘅院長，同埋兼任華人大學，同亦兼任清華大學邱成桐教學科學研究中心嘅主任。即係我可以講幾十個呢啲出名嘅教育家。咁啊，而家咧講啦，唔好講教育家啦，講全世界華裔領袖一半以上咧係客家人。全世界而家講全世界，咁啊梅州客家人擔任國家元首嘅咧有下邊，梅州客家人擔任國家元首嘅有第一個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同埋李顯龍父子，都係客家人，都係梅州客家人。仲有泰國總理他信英拉。一門就4位總理啊，即係呢個他信嘅屋企咧，4位總理客家人，係梅州客家人啊，係梅州嘅，即係我同鄉。另外菲律賓嘅女總統柯拉桑阿基諾又係梅州客家人。蘇里南共和國首任總統陳亞光梅州客家人。圭亞那共和國首任總統鍾亞瑟客家人。加拿大首任華裔總督伍冰芝梅州客家人。中華民國馬英九伍伯雄梅州客家人。仲有咧，我哋嘅國父孫中山咧，係終身客家，唔係梅州，係終身客家人。另外，我講兩位咧，有好多，我唔想嘥時間。就呢兩位咧，我要提一提嘅就係發動太平天國運動嘅洪秀全，梅州客家人。另外一位好出名嘅叫做橋梁大師李國豪，係中國科學院工程學院首批嘅雙院士，佢係世界10大結構工程學嘅專家，參與負責建築長江
前塘江大橋、南京長江大橋、南浦大橋、虎門大橋，仲有上海東方明珠電視塔，都係佢負責嘅。所以講到客家人咧，仲有好多我唔想嘥時間啦。我淨係想提一提孫中山。咁咧，孫中山咧，佢開始革命嘅時候咧，嗰陣時就喺日本太太，因為佢未喺日本住，其他地方咧佢根本就企唔到穩。咁喺日本嘅時候咧，我阿爺爺潘君勉，我祖父就係日本華僑，喺日本住咗一段時間做生意嘅。咁佢認識咗孫中山，就係佢咧喺日本咧出錢出力支持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後來咧成功推翻滿清，成立中華民國，成為中國嘅第一任大總統，就係孫中山啦。佢係我爺爺幫過佢嘅。咁啊，孫中山佢嚟咗香港嘅時候咧，曾經就係住咗喺我哋元朗拗頭個潘屋住嘅。咁啊喺我哋潘屋住嘅時候咧，佢就寫咗兩個博愛兩個大字，簽名同埋蓋章送俾我爺爺，多謝佢支持革命事業。咁啊嗰個博愛兩個字咧，而家阿爺就交咗俾我管理啦。即係佢感謝阿爺爺出錢出力去幫佢組織呢個革命嘅事業。我咧就即係我覺得好感動。嗰陣時我好細個啫，我未見過佢，我太細啦嗰陣時。佢喺我哋屋企寫字嘅時候，但係嗰兩個博愛就認我保管。所以客家人咧係好偉大嘅。我哋中都有好多客家人啊。OK。會長，我代表大家多謝你致敬，客家人致敬係嘛？同埋潮州人致敬。潘會長啊，你哋知唔知道咩叫做火燒豬機巷啊？有冇聽過百家姓一夜之間走晒啊？聽過。係啦，火燒豬機巷咧就係相傳咧就有一位，請坐啦，你坐啦。相傳咧就有一位皇帝嘅妃嬪啊，咁佢咧就走咗佬。因為妃嬪咧，佢哋真係好慘嘅，喺宮中咧係好凄涼嘅。咁佢走咗啦，就話匿咗去豬機巷。咁皇帝就好嬲啦，就話咧：你哋一定要交翻呢個妃嬪出嚟。如果唔係咧，我就一夜之間燒晒你哋個豬機巷。咁你哋嘅百家姓咧就唔流傳啦。咁啲人一驚咧，一夜之間咧就走晒、散晒。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揾家譜咧就會走去豬機巷嗰度抄，係咪啊？揾下百家姓。咁有冇記得係盧志順盧會長佢有改過個女個名叫可會，有冇聽過啊？聽過啦，你哋都知道啊嗬。咁咧就豬機巷咧，佢哋起咗兩道門，一道高嘅，一道低嘅。咁就代表一個咩字啊？阿蘭芳。一個高門，一個低門就等係一個回字。呢個回字即係話有朝一日呢啲人係好希望呢個百家姓咧能夠再重回翻嚟豬機巷，回復翻昔日嗰一種嘅繁榮。所以咧，阿盧爸咧，佢都係有佢哋嘅文化佢都係我嘅師傅之一，阿盧爸同埋阿何學元。當我做家譜咧，9年家譜主管，咁咧好多嘢唔識，我最中意就係唔識，因為我唔識就可以學到嘢啦，係咪啊 Milly？阿 Milly 揸住嗰啲黃晒嘅紙，終於我哋一日就做晒啦，係咪啊？係嘛？
嗰啲王子收咗幾多年啊？喺個床底21代係啦。咁咧而家我想講嘅就係話，記得咩叫馬唔不通婚啊？喺香港咧，以前我哋潮州人咧叫咕哩咕哩係咪啊？一係咧就窮啊，喺碼頭啦揾食啊，係近海邊嘅。客家人咧就係高啲嘅，唔係近海嘅。咁咧馬唔不通婚就係想當年就係話有個叫吳三桂咧，咁佢為咗陳圓圓咧就係一路咧係引清兵入關嘅，咁啊犯咗咩罪咧？你哋知嘅啦，咁啊要抄家，要誅九族嘅，嗰陣時好緊要嘅。咁於是咧，佢有個好嘅將軍阿馬將軍，佢有嗰個馬家寨，就將吳三桂嗰啲後人咧就改咗姓吳，匿埋咗喺佢哋嘅馬家寨嗰度。使到佢嘅後裔咧係得以保存同埋繁衍，所以咧知道呢件事嘅咧，盡量都係馬吳不通婚，就係唔知道邊啲係姓馬，邊啲係姓吳嘅。如果係近親結婚會點樣咧？你哋明白啦。咁其實真係好有興趣。如果唔係我哋教會咧，好着重呢個家譜，要我哋最少做幾多代咧？4代係咪？而家唔止啦，係咪？因為你而家喺個網上已經好多人已經擠晒喺度啦，係咪？所以咧變咗就容易好多啦。我哋同人哋唔同嘅，因為我哋嘅眼光係超越於今生嘅，係咪啊？即係我哋望係放眼永恆嘅嚇。咁啊潘會長咧係講得好精彩，但係佢又漏咗一樣嘢喎，我記得喎。雖然咧阿爾拉莎就唔係潮州人喎，但係阿爾拉莎識潮州話嘅喎。你上次講話去醫院嗰度做嗰個Operation Smile 嗰度咧，你話叫去潮州汕頭嗰個鄉下嗰度乜計處理啊？咁咧就幫嗰度400幾個家庭就挑選咗200個家庭，就出嚟咧幫佢哋做套唇同埋膜面啊嘛。咁咧就你話要拉曬佢又識潮州話嘛？記唔記得啊？唔記得，唔緊要。我哋記得，我哋係冇錯媽。你媽咪係潮州人，咁咪要拉曬點解會識潮州話嘅？撈到不打掉照嘅，你個老婆識講嘛？佢真係叻過你喎！即係有個好嘅老婆，一個成功嘅領袖，個好老婆㗎啊！上一次我有啲嘢漏咗爭你哋嘅喎，應該要俾翻你哋嘅。咁咧就我哋爭取時間。而家阿生咧就仲有個漏咗，繼續上嚟啊！歡迎。仲有件好緊要嘅事我漏咗講啊，因為我而家記憶好差，根本記唔到。咁啊1976年咧就係第一個支聯會成立。咁啊嗰個時候咧就香港支聯會又係嗰個時候成立，台灣支聯會又係嗰個時候成立嘅。咁啊我哋都好彩，因為第一任支聯會會長咧就係被邀請去鹽湖城參加教會總會嘅大會，同埋咧接受其中一位使徒嘅接見同埋培訓。咁啊，我哋兩位會長，即係新任會長咧，就一齊去鹽湖城。咁啊，當時咧，係台灣係張以清會長，我就係代表香港，張會長就台灣，咁我哋就去到鹽湖城。好可惜，我哋溝通唔到啊！咁啊，我嗰陣時唔識國語啊嘛，所以我冇法同佢講國語啊。佢又唔識廣東話，我就係識英文啫。咁佢咧就啱就識少少英文，咁我哋用少少英文嚟到溝通，唔掂。咁後來我就問佢，我話張會長啊，除咗呢個國語之外咧，有冇其他中國嘅語你識㗎？我話客家話咯，我係梅州客家嘛，我又梅州客家㗎，咁我哋兩個都係梅州客家人，咁就去到鹽湖城咧，用客家話溝通，好奇怪。仲有話客家人咧，你哋嗰個會長嘅父親戴國權會長係客家人。戴國權會長咧係第一任華人嘅 General Authority， 係客家人。
我相信仲有好多其他嘅，台灣就多啦。台灣有個地方叫苗栗梅律啊，全部嘅教會人咧都係客家人，即係當時移民過去咧就係去咗苗栗。即係而家嘅70年嘅會長都有個客家人會嘅喎。啱啱冇咗啦，翻咗做會啦。係啊，翻咗啦。就記得呢個兩個會長70年喺鹽城用客家話溝通。多謝你哋。會長，你突然之間有靈感到嘅時候，你即刻咧就舉手咧，我哋無任歡迎，俾晒個咪你講到5點4點半都得㗎，冇問題㗎。經理今晚我哋包埋場。我想問下咧，潘會長，咁趙紫陽個女係咪教會成員，或者佢點解選擇去 BYU 嗰度讀書咧？唔係，佢學生嚟嘅啫。佢6個學生都唔係教會嘅，冇參加教會。之後有冇參加教會我唔知道，但係喺嗰陣時候咧係冇參加教會。咁佢點解會選擇去 BYU 夏威夷讀咧？知唔知？呢個我就唔清楚佢點解要去 BYU 喎，一定係嗰個時候咧，有人喺大陸咧去過 BYU 讀書嘅，咁介紹佢一定有嘅，因為 BYU 夏威夷好出名啊嘛，其實多數都係同國籍嘅人去做嘅，咁啊應該係有，但係真正嘅原因我唔清楚。你哋仲有咩問題咧？好，因為你哋每次潘會長講嘢咧，你哋好有耐心啊，即係好靜啊，啲烏蠅飛過都有聲。你哋有咩問題咧就好問咯喎。仲有冇人問嘢啊？有冇人問嘢啊？如果冇嘅話咧，我就俾啲好似又有佢有。唔係，我哋每次都係有機會咧，就將我過去教會歷史咧。就寫出嚟，寫出嚟嘅。咁我今日咧就係留咗有5本咁多，就係最早期嘅教會嘅歷史係我寫嘅。咁你哋邊位上嚟睇咧，就送俾你哋。你邊有問啊？你即係你嗰份。佢有一啲嘅印嘢出嚟，你哋冇嘅話，你哋攞啦，下一次都要。潘會長好有心機嘅。我攞一份去新界啊！嗱，你而家即刻攞一份。跟住 scan 咗落去 share 咯。你講乜嘢啊？梅州嗰隻冇中文版啊。中文版得一個。客家版咧？邊度教會歷史啊？邊度？藍色嗰本啊？未必要㗎，印晒俾你個資料。講到哇！